血虛就眼睛會乾，咁精虛咧眼睛就花啦，陰虛咧眼睛就係痕嘅。血虛眼睛乾，肝血虛嘅人咧眼睛咧往往咧好容易出現一啲乾澀啊、流眼淚呢啲情況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不妨咧就可以試下用枸杞10克、菊花5克、去咗核嘅紅棗3粒一齊焗水代茶飲，咁啊可以補血養肝。咁精虛眼睛花咧，即係腎精虧損嘅人啊，往往咧會出現一啲睇嘢模糊不清啊、腰膝酸軟呢啲情況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就可以試下咧用黃精加枸杞各10克一齊煮水代茶飲，咁就可以補腎填精。咁陰虛眼睛痕咧，就係肝腎陰虛啊嘅人咧，就容易有呢啲情況，會出現咧眼乾啦、發痕啦，平時咧容易出虛汗啦呢啲情形。咁呢個時候咧就試下用10克嘅山萸肉啊焗水代茶飲，咁啊可以補益肝腎、收攝固妥。大家學識未呢？